由亞洲藝術會澳門主辦，廣州市國畫協會協辦的嶺南風國際名家邀請展澳門站，4月8日傍晚6時半駕盧廉若公園春草堂揭幕，匯聚海內外28位嶺南畫派名家的60幅精品力作，內容涵蓋傳統嶺南派所擅長的花鳥蟲魚、山水、人物等題材，展現嶺南畫派的獨特魅力和百花齊放之後，進一步提升該畫派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力和凝聚力。亞洲藝術會澳門會長梁少美在致辭中表示，嶺南派是當代3大畫派之一，自2023年起與廣州市國畫協會聯手舉辦國際名家邀請展，先後在澳門、廣州及瀋陽等地展出，得到各地民眾讚賞。展覽期讓國內外嶺南派名家能互相觀摩，為藝術界帶來新意，為傳統畫藝注入活力，達至文化興邦的作用。廣州市國畫協會會長朱永成致辭稱，其借助該平台促進各地藝術家之間深入交流與學習，實現相互融合，共同將嶺南風展辦得更出色，為嶺南畫派開創更輝煌的未來。